市场初三鸟纸带新娘，初四新乐天，初五隔开，初六有肥，初七七元，初八完全，初九天公司，初十有食食。11请假赛，12查某囝转来拜，13食暗暝屁股菜，14角丁皮，15上元面，16上公司。正月初一已经过去啊吼，是新年的开始，也就是开正仪式来掀开的。开正时期，逐年拢无共款。话若较顶真的都爱请算命先生，也请厨房的老师，根据这个根基啊来算。也毋过大部分拢是伫咧透早以前啊。这个到时阵啊，家家户户在神明甲这个神主祖先拜前啊吼，烧香点烛，供向清茶，甲着治疗，普通是甜人啦、红枣啦，了后烧一寡寿金、挂金，然后放炮啊，也表示迎喜撇利啊。伫咧过年暗啊，过顿早起正月初一的透早，这个大家拢听到炮声咧乒乒叫啊。这就是正月初一所带予人，也是拄则甲各位所介绍。那么正月初一由34个人所组成的鼓吹阵啊，内底有大鼓啦、铜锣啦、温锣啦等，这乐器的小型乐队来鼓吹，吼，趁大家伫咧开车的时阵，一家一家来沿路奏乐助兴，叫做bun春。那么因在正日、真闹热。来奏一寡天官赐福啦，满福天官这吉祥的曲调，了这是主人所送的红包，另外到另外一间去bun春。鼓吹阵上民间的乐手啊，拢是到节日的时阵，临时做7斗8斗所斗起来吼，拢是业余的，毋是专业的，毋是职业的，做主人的，毋管伊分了好也歹，只要讲经过bun春，或者是讲新春就到位，感觉因公年是真价值的。也毋过即马bun春这个鼓吹阵啊，在都市已经完全消失去啊。当这个开正仪式结束，就要开始放炮，乒乒乒乒，表示气骨迎新。因为开正时刻啊，大部分拢伫咧3更半夜，所以拢讲过年暝，伊暝就是夜，到天光的时阵，一直到开正，大家才去困吼。即摆刷落去，要甲各位所介绍是正月初二。正月初二，每一个家庭啊，拢参照元旦同款，透早放炮啊，在神桌顶啊，供奉这个甜茶是清茶。除了这以外，无啥物代志，所以到早时阵啊，拢利用这个空闲的时阵伫咧跋筊。呀，民间这个民歌内底所谓初一场、初二场，也就是指跋筊伫咧开场的意思。但是在鹿港这个民歌的开头。甲台北民歌有淡薄无共款，鹿港的开头是讲初一卡、初二卡、初三无穿卡，也台北是初一场、初二场吼，初三鸟纸带新娘，这是淡薄的差别。那么这类场的所谓卡要怎样来解释？有人认为跋筊本来是想取卡行为，投机取卡吼，所以这个卡依然是代表跋筊。到了初三应该收场啊，所以无从取假就变成无成卡。初三就无用搁再跋吼，连警察嘛无要动静你啊，无要搁再宽赦。也正月初三或者赤狗日，也有人讲赤口，所以赤狗啊，就是歹结掉，所以初三为凶日，大家比较较少出门。自古以来，传说讲鸟纸伫咧这一天啊过亲，所以比较较守旧家庭拢伫咧灶骹也。等一寡米来互因食，叫做鸟纸分钱。虽然讲这比较较动突，即码伫咧扫这储备啊，也较说讲闹种风俗啊，甲即摆的种扫储备拄都是倒摆，也毋过这也表示讲过去咱的风俗是带有人情味的。虽然鸟纸对咱并无帮助，但是咱依然在伊带亲的这一日啊，倒一寡米来互因食。这是正月初三，也若正月初四啊。在旧历12月是上天上节的这造神甲凡间的一寡神啊，这一天拢倒转来啊，所以伫下晡供向胜利水果啦，欢迎因转来，也相信讲送神早接神晚啊，对家己有利，所以惯例啊，拢伫咧下晡接拜，了放炮表示隆重。也若正月初5元旦以来闹热，甲着游行，到这个时阵应该过一个段落，所以俗语或者隔开。新前啊，这春饭甲猪鸟这供物拢会当移开啊。也认为讲，
春分嘅晚天后还佫有烧气啊。那么这一年啊，雨水就比较较多，也春分插春会当伫囡仔一寡边甲老人来下久。那么做生意人啦、家庭啦，或是工厂，拢在这一日开张。今仔日透早一日开始啊，就咧乒乒乓乓炮啊声也无停，一直到黄昏要暗啊，还佫有炮啊声。因为今仔日都是正月初五，就是咱即马所讲的开张也准备开始啊吼。筹备一寡生意进行了后啊，开店门，物件所叮当的，作为开工的这个表示，事实上啊，今仔日大家还佫是休困的咧。也正月初六是真正开始工作或是做生意，就是正月初六，也是明仔载开始，我相信各行各业啊，拢大部分来恢复啊。那么如果在过开以前啊，扫路骹只会将今年的好运啊，拢扫了了，所以5天来啊，大家拢唔敢叮当扫帚，恐惊讲这个扫帚扫这个本数是金啊，是银啊，那扫戏上吼，今年的金银拢无去啊，所以伫咧初五前啊，大家拢无叮当扫帚，到初六才开始扫路骹，也同时清理遐个粪扫啦、遐个尿肥啦的工人，也这一天来伫咧养走这个水肥。所以民官讲，初六有肥，也毋过即卖水肥已经真少啊，但拢是卫生设备，一个水甲冲落去拢已经无啊。不过都市所用的抽水马桶，虽然讲无用到水肥车来舀肥，也毋过即卖也佫有款抽水肥的车吼。舀肥这个名词啊，恐惊无偌久就变成古董去啊，吼变成废话。也正月初七，像讲7岁的种年日，古老啊。也供向这个水果为家庭食面线、祈求长寿寿，也会食7种菜啊，表示讲庆祝年日。这个习惯已经无去啊。什么叫做用年日咧？年就是人类这个年，日就是日子的日。因为平常伊就原单位过日，也初二是狗日，初三是地日，初四是羊日，初五是牛日，初六是马日，也初七是人日。所以正月初七啊，或做人日。因若正月初八对初五开始，照理应该结束所有的算账，但是事实上，有人还佫是一直拖落去。但是到了初八，生活方面才当正式恢复正常。所以民官讲，初八完全，也毋过这一天必须要准备明仔载天公司也过路上啊，伊原来佫是足闹热的。正月初九对透早的0点开始，一直到天亮，拢当听到乒乒乓乓，伊原又佫有炮声，变袂定吼。早前啊，伫咧泉州的这个朋友。在这一礼拜天公，大家拢伫正厅设一个祭坛，分做顶桌甲下桌、顶下桌。也顶桌摆设这个五谷、六斋，供奉玉皇大帝。中啊，放一座所做定座塔形的吼，象征天公的宝座。也下桌摆5星甲红龟粿。这是为着要请天公带遐个大神，遐所有神都设的。这阵就开始，由长辈年较侪人行9归9口之礼。如果你若是旧年已经下了完的人，就必须要行120拜的大礼，将头壳顶甲呢东倒西歪，戆戆西。大约在这个时阵，古吹人开始，伊个言咯，伫咧分这个吉祥的乐器。天公星的圣地是烧着这个定座甲天公金、寿金这金纸了放炮来结束。也正月初十这一日，因为是天公星的过灯日，家家户拢有存真侪这个菜买，所以啊，民官讲初十有食食，就是讲有口福有通好吃，物件无通食，食到有剩的意思。因为正月十一按照这个旧惯例啦，后头厝在这一日利用天公司所剩的这个菜买请竞赛，所以免加开所费，所以民官称呼11请竞赛。因为正月十日啊，是出嫁查某囝倒转来，如果你是将孙仔带转来，外公外妈，再个用这个红线也穿几下动线，甲伫咧囡仔的胸坎的，叫做甲三大。即马大家拢简化吼，就是简单化，用这红包来代替。因为即摆动线啊，无亲像讲过去迄个空，亲像讲咱即摆所用公车、2次公车吼，冷气公车迄款动线中央有空，过去钱有迄款的空，但是即摆钱无迄款的空，因此啊，甲即个三大就改用红包。那么当时大部分出嫁查某囝，即摆也已经拢改伫咧初二啊，
倒转去后头厝啊，倒转去外家啊，因此啊，这个风俗会渐渐无去啊。一啊，这个13天公司所准备这个菜尾到这个时阵差不多食甲差不多啊，所以民歌内底讲13吃暗暝啊配韭菜啊，意思是讲吃已经吃了，只要吃暗暝啊，油醋食伤多啊，人讲百年百节，所以到这个时阵食甲差不多啊，干脆食一个较清淡的配韭菜吃暗暝啊。也那这个就是为了准备明仔载上元佳节，民间甲咧朋友在这一天啊。举这个灯片啊，市面上卖这个高仔灯的，早就开始伫咧卖高仔灯啊。实际上，莫讲正月14啊，伫咧正月差不多明仔载后日就开始有人伫咧卖高仔灯啊。因为正月15啊，照道教的讲法，这一日是三官大帝之一，也是天官大帝圣诞。那么漳州这个朋友透早爬起来。准备了水果甲生日祭拜，当时啊在中昼时阵，拜祖先、地基主甲床母，暗时就是上元暝，囡仔上个快乐。因安尼三个5个，伫咧街头巷尾举高顶伫咧游行，也大人就参加大生理店所举办的这个菜药灯谜。早人就去庙寺烧香，也是讲去外面听香，也暗时来食上元年。那么这不管是对省的人，拢大同小异吼。因为正月16是上公司到这个时阵，正月所谓拜拜已经到了尾声，桃花也已经凋谢，野花盛开离个将军来临啊！日日风和日子已经是无久啊！我相信到正月16啊，这个所谓过年年俗就完全来结束啊！事实上，即摆年的气氛渐渐淡来啊，主要原因啊，就是因为社会变迁，过去是农业社会。大家在一年收当无用了后，难得有过年这个季节啊，休困的时阵，所以拖生产会拖几个月。但是即摆人话在正月初一就开始伫咧做生意，正月初二更加做，为着等去后头做查某囝，通买一寡盘手啦，所以糕饼店啦，也是讲一寡卖做盘手的这个店啊，拢已经开始做生意啊。以上甲各位所介绍就是咱台湾的民歌，初一场、初二场、初三鸟鼠带新娘，初四新乐天，初五嫁开，初六有陪，初七七元，初八完全，初九天公司，初十有食食，11请囝婿，12查某囝转来拜，13食暗暝配韭菜，14甲灯片，15上元暝，16上公司。感谢大家收听。